咱的亲戚朋友吼，亲戚朋友，麻烦咱入来坐摄场的内底，吼，咱道中的人才，唱信歌坐这边吼。信歌当然入来坐呢。片脚。大众请起立。咱现在准备香花茶果，要来听献予当下在地地藏古佛以及诸天神圣、诸佛菩萨，咱以儒家庄严的礼仪，由献供人才担任献供。前面这两拍灯代表太极生两仪，位置两仪灯。今日典礼，恭请当下在地地藏古佛来做主，诸天神圣、诸佛菩萨、护法神一同护驾。两边排班，对面坐椅，就拜位，坐椅，会。来后手，扣来后，来后手，撇，坐椅，前进就线位，坐椅，后二位会，三扣手。扣在后，三扣手，线。
对，集美举双手接，集美举坐椅，双手后行，集美举一扣手，横剑碰线，上弓。坐鱼，一扣手，线，尾，集美齐双手接，集美举坐椅，双手奉行。集美举，双后手，横剑奉线，坐鱼，后手。线，尾，集美举双手接，集美举坐椅，双手后行，集美举一扣手。横剑奉线，坐鱼，三扣手，扣，再扣，三扣手，去。坐鱼，正规带位，从坐鱼，尾，三扣手，扣，再扣手，去，坐鱼。对板，对练坐鱼，放各位来宾请就坐。中华民国107年岁初戊戌10月28日辰时，老虎在福老单主加电礼，加电礼开始走个。共督调请文。来，好加官请出列，来3个一排就好了。嘿，座椅跪。手包合同哦，共督调请文。调请赞议，
南柯一梦色黄娘，感叹人生不究长，生生世世该有命，平修简短亦无常，得道渐因归无极，圣朗星空翻故乡，金凤经师神客请，亡灵不卖富殿堂，金句中华民国台湾台南市盐水区关雅里二甲东市之3号结体，依之阳世报温孝冠、孝男、顺严、孝女、淑平、素如、合家人等7念亡者，显可劳功载福，以为之亡灵，尊奉无极之命来临降有殿堂，唯愿心香一条同发界，无极使者引灵来，地龙教主进北方，我道分生妙难容，九品莲台随接引，七动宝树列芬芳，巍巍金上端严好，皎皎银河灿烂光，唯愿亡者愿心想，顿悟本来铁真光，天温殊德不变大，亡灵占光下阴红，今日设殿得降福，受罪个别已成风，逆金严真超苦海，达本还原归昆中，淡风显化同作道，吊请赞意临玉光，五金代表神吊请，亡灵受礼得哀扬，得被消生反无极，金判无生入仙中。文表。10叩首，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起，座椅，立臂鞠躬，好家官拜殿，座椅。会文友，老大主，现在归你的人情地点呢，是你的后生俊严，你的查某囝淑平、素如，跟你清香鲜花素果之仪。要来向最敬爱的父亲老财人上香行礼拜殿，一条清香一粒烟，香烟渺渺上上天，对书仙妇灵在天，哀痛万分两劫世，上香3拜，1拜，再拜，3拜，回香。一人代表行3献礼，停花，强士尽亲可赞陪，仙妇宁情献贤惠，老夫积德3生行，福寿全归贤随献花，停歌。天下至高白无因，宣动流传好结果，向你称赞人而乐，愿同子孙代代好，献歌停转。
将天唯有事亲对，春草同无一夫灵显传。读感应文。感应文为中华民国107年岁次戊戌10月28日，不孝男俊彦以及炮家眷认定具备青花成果所果，今天以父亲大人临前，以调之以文。哦，从天不命，大我诸父，以我遗孤，草木挂类，野鹤哀啼，天人永隔，日世永别。父亲遗容，永在我心，为师父爱，感念父恩。迄个如有随相顿足，哀悼万分，怀念父亲。敬爱的阿爸，你个爱静静的离开世间。虽然讲知影这是人生必行的路，毋过你的子女道亲同修、亲朋好友。一时无法度来接受，心中是万分的不甘及甘念。有想起你为着照顾这个家庭，为着阮生养大汉，无眠无日，家种水果，种数10冬，为着要较好的利润，家种家卖。另外一方面，早个求道修道，亲口所教，数10年如一日，自始至终不曾改变。你是一位照顾家庭、任劳任怨、不辞辛劳、自上的好阿爸，也是有情。有义、有大智慧、圣贤双修的修道院，所以你留下的模范、你的叮咛、你的教诲，阮会好好记条条，来遵循、来效法。今天容许阿爸你功德圆满，解脱了这个肉体，无病嘛无疼路。会当对着诸佛菩萨、倒无极乐天、家母团圆，做伙一同修炼。恳请阿爸保佑家己全体贵宾、道亲同修、亲朋好友，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吉祥，道无红灯。不孝男俊彦，大女淑萍、淑女，全家孝眷告拜。圣歌团请准备吼，圣歌团排队排好势。父亲大人行三跪求救修炼，一求修，再求修，三求修体，为再求修，五求修，六求修体。
鬼七叩首，八叩首，弯叩首，起。座椅，一边一个，请护位。公方无情铁线动影，古龙太极长推皮恶之意，无理用路所实在，今天主路连顺弯道，老先生，可是静来离开世间。老话了，天下间至亲至贵，无负主情，唱圣歌负主情。心啊，你有想起，你有思念你，一路啊，你敢知影，有真情想你，有人心看你流浪，受风受雨来珍惜。受我受家己，何以路，何以路，千万人来将倒来收拾。你若想起，你有思念你。一路啊，你敢知影？有情景想你，有人心看你流浪，受风受雨来珍惜。有人心看你吃苦，受苦受我受家己。一路，一路，千万人来将倒来收拾。一个，然后一个团结会。各位亲族拜见，后人听我呢句阿伯、阿母、阿叔、阿姊妹，请咱一同来祭奠。客家观，客家观称呼你是阿叔、阿母、阿伯、阿姆嘞，请一同来祭奠吼，来客家观请跪下。来，咱一节咧上骹跪下吼，来做仪跪。因缘真深似海，人天应该全不令人怀阴阳。如今难以难舍，不甘分离。此后何言再相会？上香三拜，一拜，再拜，三拜，回香。
一人代表行善献礼停花，献花一起鞠躬，停歌，献歌一起鞠躬，停转，献转。向以上吉灵为行善抾收的，请咱手艺涂家一抾收，再抾收，三抾收起，请咱爬起来。作揖立碑鞠躬，遗嘱口舌。请各位母父拜殿，浩然称呼你是阿姑阿金的，请咱一同来致殿。浩然叫你是阿姑阿金的，请一同来致殿。分享。手足情深，金婚礼万分的哀痛。多番感召誓言，圆满归天去。上香三拜，一拜，再拜，三拜，回香。一人行善献礼停花，献花。停歌，献歌，停转，献转。向以上吉灵为行善吉祥礼，一吉祥，再吉祥。三吉祥，列成一作答谢。请各位外亲族拜殿，浩然称呼你是阿姑、姑丈、阿姨、姨丈的，请咱一同来致殿。浩然的阿姑、姑丈、阿姨、姨丈，请咱一同来致殿。做仪跪，请咱一个礼双脚跪下，会跪的跪，袂跪的莫跪，别紧吼。想当年亲祖同堂相助，何等的欢喜！同今日一别，天人应该绝不能忍。上悲上香三拜，一拜，再拜。三拜回香，一人代表行善献礼停花，献花停歌，献歌停转，献转。向以上吉灵为行善吉祥礼，三抾收礼，一抾收，再抾收，三抾收起，请咱爬起来。作揖立碑鞠躬，请咱一个礼，遗嘱口舌。请咱各位来亲族拜殿，来孝家观爬起来，别紧。浩然的叔伯、兄弟姊妹以及因的后代一同来致殿。
门辈称呼咱老先生是阿伯、伯公、阿叔、叔公的孙仔辈呢，咱做伙来。门辈称呼咱老先生是阿伯、伯公、阿叔、叔公的孙仔辈拢做伙来。来做仪跪，一起咧上骹跪下。回忆当年往事，中原受疼爱，缅怀往事，亲温未报，永难忘。上香3拜，1拜再拜，3拜回香。一人代表行善献礼停花。献花停歌，献歌停转，献转。向以上吉人为行善抾收的来手二涂骹，一抾收，再抾收。3抾收起，请咱爬起来，做仪立碑一公，遗嘱大写。外亲作拜殿，孝男姑表、姨表兄弟姊妹以及因的后代一同来祭奠。门辈称呼咱老先生是姑丈。姨丈、舅公、丈公的孙仔辈呢，咱做伙来。门辈称呼咱老先生是姑丈、姨丈、舅公、丈公的孙仔辈做伙来吼。咱做仪跪，来咱上骹跪下吼。梦中乡里好典范，上香吉祥表心谦。世得流芳人称赞，遗患中存益数年。上香3拜，1拜再拜，3拜回香。一人代表行善献礼停花，献花停歌，献歌停转，献转。向以上吉人为行善抾收的来手二涂骹，一抾收，再抾收，3抾收起，请爬起来，做仪立碑一公，遗嘱口写。请后位。家庭咧进行到这，如果有无拜殿的亲朋好友，还是和合无甲咱邀请到的，请咱一同来祭奠。圣歌团请准备。家庭咧进行到这，如果和合疏忽到，无甲咱叫到的，无甲咱邀请到的亲朋好友呢，咱拢一同来祭奠。圣歌团，好，往前进。老在后代表。
阮是一贯道新源山义和圣堂爱上单位所有道亲同修代表，在此共同恳求上天慈悲，弥勒祖师皇祖，济公王师尊，月慧菩萨寺庙大德，护持你安稳地行上了返乡各路。老在福大德，你已经尽心尽力地行过了今生这一大段岁月。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慧命却是永恒不朽的。幸运的是，你甲你的家人会当得闻到一贯道胜利军团。但愿你放下一切尘缘，专心追随着咱弥勒祖师、济公王师尊、月慧菩萨寺庙永续修行，使你的生命在未来坚定、更光明、更充实，净化自己，度化他人，让人世间早日成就弥勒光。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恭送弥勒救苦真经。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回亲，命报济路灵山地，念花印证可三成，落在中原三圣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津修缘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无基土，天下神鬼不安宁。身在中天中华庙，九莲圣教归上乘。天花老庙对玉线，修缘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宗祠，混元古刹在中央。老庙降下通天桥，无影山前对合同。因离要想归家去，思念东来弥勒经。用心思念佛来救，倒倒金莲去超生。认识西来白杨子，向离点题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思念，山寨八难不来亲。要想成佛勤礼拜，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声人胡说话，罗选意马念无声。老庙降下真天咒，用心思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倒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神皇来对号，报事灵动查得清。三观慈悲大地主，下罪三责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各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紧领三十六愿咒，五别灵官紧随经。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乡里得安宁。北方真武为众岁，青练方法显神通。拆起坐骑惹日月，头顶新罗七宝珠。尽北方为岁首，速请诸恶挂甲兵。打救冤人向离女。火光落地化为尘，
四海灵王来助道，国家祥魂去天空，十方天兵护佛教，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武皇铁灵驾下生，修福南阎归正宗，来往坐下真言咒。传下东来大壮经，因离差女常思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思念一遍心通大，思念两遍得超生，思念三遍心鬼怕，风量邪魔化为尘，修持劫雷顺路径，念起金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回天，领报济路灵山地，莲花印证可三成，落在中原三圣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津修缘挂圣号，等待时至点心灯，云雷震开无基土，天下神鬼不安宁，身在人天中华庙，九年圣教归上城，天花老庙对玉线。修缘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宗祠，文缘古刹在中央，老庙降下通天桥，有应山前对合同，因离要想归家去，思念东来弥勒经，用心思念佛来救，倒倒金莲去超生。识得西来白杨子，向离点题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思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又听邪人胡说话，罗选意马念无声。老庙降下真天咒。用心思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倒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神皇来对号，报事灵动查得清。在北大地主，下罪三则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各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紧领36愿障，五弊灵官紧随紧，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乡里得安宁。北方真武为众帅，清练方法显神通，拆起坐骑惹日月，头顶新罗七宝经。规正北方为岁首，速请诸恶挂驾兵，假救冤人向离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灵王来助道，祥魂去天空，十方天兵护佛教，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武皇铁灵驾下生，修福南阎归正宗，来往坐下真言咒，传下东来大壮经，因离差女常思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思念一遍心通大，思念两遍得超生，思念三遍心鬼怕，妄量邪魔化为尘。修持劫雷顺路径，念指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
愿太保，阿弥陀佛。愿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回亲，领报济乐灵山地，莲花印证可三成，落在中原三圣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修缘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分为尽开无基土。天下神鬼不安宁，身在人天中华庙，九连圣教归上乘。天花老庙对玉线，修缘天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宗祠，分缘古迹在中央。老庙降下真天桥，无影山前对合同。因离要想归家去。思念东来弥勒经，用心思念佛来救。倒倒今年去朝圣，识得西来白杨子，向你点题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思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时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罗旋意马念无声，降下真天咒，用心思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倒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神王来对贺，报事灵动查得清。三观慈悲大地主，下罪三责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各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金领三十六愿咒，别灵官紧随紧，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乡里得安宁。八方真武为将帅，青练方法显神通，拆起坐骑热日月。头顶新罗七宝星，威震八方为岁首，速请诸恶挂甲边，打救冤人向利女，火光落地化为尘。灵王来助道，国家双魂去天空，十方天兵护佛家，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武皇铁灵驾下身，修复南岩归正宗，来往做下真言咒，传下东来大壮金，因离差女常思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思念一遍心通大，思念两遍得超生，思念三遍心鬼怕，妄量邪魔化为尘。修持劫雷顺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愿太保，阿弥陀佛。天安所报合同，观心清净无极天，莲开遍见诸尊严，地德不退无上道，净化三宝成理言。今有地主留在福，灵归内因做观修，行持诸般显功德。回向愿海消业障，南无东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东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东来下生弥勒尊佛。义之功，信歌团请学位相互转。
恭托超度所闻。来，好加权请出列。座椅回。恭托超度所闻。恳求超度所闻，学以圣德为我，万类含处化育，法力无间，救度众生超苦海，佛因救化，众生永迈何用？空大有处出地天，永福中华民国107年岁数6月28日，辰时在台湾台南市咸水区关雅里嘉东市之3号结体，附于下面尊严说明事如以专家灌输认定，承奉升降恪守顿守礼拜跪在，人民上帝殿下为吸收自民事协议地主尊严说明事如之先父刘在福元明民国40年岁数辛卯3月20日结时，寿星永阳寿60有8，大汉民国107年岁数60月23日，辰时别世地主接使先父，自无始至今，今生成双还育，自信美迈。故知在生之时，因恐不知不识之时，不甲无义之间，错做无为，着惹犯罪过错，着结成冤仇之。至于别世后，只因罪过错，受法受刑，着为冤仇被报复。对不能往生西方离力净土，特使3期3座大开普渡。大道放开之时，靠拜跪恳，灵地下条，皇母自问，启闻年历祖师3天诸佛，师尊施了大德之良因，17高僧义长大人，自问面念地主尊严，说平事如之先父刘在福。历史当年，发愿如山，轮回不息。今有3座普渡有缘得道，受命师一指顿开茅塞。人座归君下民尊严，说平自如应尽人主之职，以义务建功立德，以望先父刘在福得中佛力佛道，超生可达往西方离力净土。正道归真，应顶彼岸，解脱轮回，超生天堂，方能为完成为人主之孝道，以德报答先父，养育利益之因，免治不顾先父别世之苦难。自今后，下民愿出专家灌输，洗人身心受持佛规，救世度人，3世并行，守戒律，遵圣父。建功立德，以补偿先父刘在福历劫之罪过错，解释先父历劫之冤欠，渴望罪过错补偿圆满，恳求东岳大帝地藏古佛大慈佛力，救度消生，应尽品莲，影响西方极乐。下民尊严说平事如，愿出专家灌输。恳求诸天神圣、诸佛菩萨留以高僧为主，证明使令下民尊严说平事如，所求如意不胜，恳愿支持，经本所闻上升，靠守礼拜上问天运中华民国107年岁数60
10月28日阴历。文表。摆扣手，一再3、4、5、6、7、8、9，一再3、4、5、6、7、8、9，再一再3、4、5、6、7、8、9，三一再3、4、5、6、7、8、9，四一再3、4、5、6、7、8、9，五一再3、4、5、6、7、8、9，六一再3、4、5、6、7、8、9，七一再3、4、5、6、7、8、9，八一再3、4、5、6、7、8、9，九一再3、4、5、6、7、8、9，摆扣手，起。注意，立臂鞠躬，家电类型照个。下面咱要来进行着点主礼，咱将恭请咱一贯道新源山义和圣堂由点传师金明大德担任着今日点主官，进行点主礼。来，咱只跪下。请点主官就显位来，阿严衫退后一步，退后来，旁边衫到旁边。恭请点主官行三献礼，停香、上香、停花、谢花、停歌、谢歌。向圣的家行做敬礼，以吉祥，请点主官就点位孝观就拜位，来新主请来吼。只一个声一气下声，哈者，我若讲有，你就讲有啊，较大声咧哈。五金把臂对天庭，24山作圣灵，空性四我文昌笔，万世有我灵作成。点天天清，点地地灵，点人人众生有无？点眼眼明。点你冲，点足运行有无？点上添来一点红，代代儿孙守望有无？伊必提起紫东风，孝观人顶大吉祥有无？点得邦邦成贵子，富贵荣华富无穷有无？伊必神主，万世流芳有无？点主点得好，儿孙受果乐有无？点主点完全，儿孙福寿全有无？主必家在道，儿孙千万口有无？大进大发有无？奉新主入道。